大家好，又係我鍾子仁。唔經唔覺，宏福苑呢場大火已經發生咗10日。最近相信大家同我一樣都好關心呢場大火嘅進展。呢段片係我夾埋咁多日嘅新聞，執咗一堆問題出嚟，唔係想大家更加傷心，而係要面對呢個傷口，學下教訓。關於場大火背後嘅關鍵問題，無論係起火原因、消防點樣應對、維修合唔合規，以至屋苑管理同埋政策檢討，每一個問題都代表住我哋對過身嘅人嘅深切哀悼。香港同一時間有咁多住宅大廈都做緊大維修，但係宏福苑而家燒成咁，都話結構冇問題，冇即時危險，咁當初做乜要強制做大維修呢？可能好多人同我鍾子仁一樣，都以為市建局係政府部門，唔係咯。核心業務主要係重建發展同樓宇復修，到而家已經賺咗幾百億。佢哋成立咗一個樓宇復修平台，專門提供工程顧問同承建商嘅資料。宏業建築仲涉及好多單關於工程同棚架嘅官司，違反咗建築物條例。唔止有案底兼有罰款記錄，仲有好多違規前科。但係宏業喺專案管理評分呢度竟然得到100分滿分，你哋話好唔好嘢？市建局仲有提供樓宇復修工程費用估價，宏福苑嘅維修費就係參考咗佢哋嘅獨立顧問評估。咁到底係用咩準則覺得3億係符合市場價格呢？點解2017年麗城花園3期大維修7座樓嘅最後工程費唔使6000萬？點解隔咗幾年就差咁遠？宏福苑維修工程項目嘅顧問係鴻毅建築公司，57間合資格標書當中，宏業建築多次捲入工地安全、圍標同貪污爭議，但居然係唯一一間得到最高嘅 B 級評分。鴻毅仲將宏業建築工程評估為首選嘅考慮。究竟佢哋係點去分析承建商公司背景同埋報價嘅合理性呢？當中有冇人簽過虛假文書？舊法團喺2024年1月通過宏業中標，但係2月宏業因為違規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就被屋宇署除咗牌。1個月後，屋宇署竟然俾佢續咗3年一般建築承建商嘅牌，冇咗個細牌，但俾佢有翻個大嘅牌，咩嘅玩法？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同委員其實都係宏福苑嘅業主，正路都一定會維護業主權益，又唔係有迫切性要大維修。業主根本唔知道工程項目嘅內容細節，點解唔俾業主一齊開會？點解工程要籌備得咁急，要業主咁快科水？係咪有回傭之嫌呢？明明自己都有份要出錢做大維修，但係點解舊法團包括主席鄧國權係都要揀報價最高嘅宏業建築，最後仲要通過3.3億嘅天價工程費咁貴？喂，究竟私底下有冇利益輸送？民政事務處多年嚟對業主同法團嘅糾紛都係採取不干預政策嘅態度，會唔會變相縱容緊法團濫權呢？法團嘅權力係咪應該要有更大嘅制衡？例如大維修係咪必須有過半數業主親身投票呢？民建聯成員大埔南區議員黃碧嬌多年嚟好積極推動區內嘅屋苑翻新，包括宏福苑工程，更喺2021年10月至2024年9月嘅舊法團期間擔任埋宏福苑法團事務顧問，仲多次參與大維修討論，旁聽有關招標會議，協助填寫市建局嘅招標妥資助表格。佢唔理大多數業主嘅反對，支持舊法團選擇宏業方案，更曾經擺街站，甚至家訪收取業主嘅授權票。真係令人懷疑，會唔會有公公婆婆業主係被逼或者被呃之下授權贊成呢？講到成本咁高，宏業根本冇可能會安排咁多人手喺8座同時進行維修，咁點解要全部先搭棚圍晒網？係咪想威脅啲居民，等大家洗濕個頭，冇得反抗，唔合作就唔插棚，係咪？樓同樓嘅距離咁接近，係咪唔應該連續2座大樓同時搭棚圍網進行維修？就算同一座都應該要有防火隔層設計，減低連環火燭嘅可能性呢？維修工人用發泡膠板封住啲窗，屋企長期冇空氣、冇冷氣，又冇光線，簡直好似坐監咁。究竟真係為咗避免碎石打爛啲窗，定係唔想隔離座嘅居民見到維修工作情況同進度呢？所有窗戶都俾易燃嘅發泡膠板密封，阻礙逃生，究竟有冇觸犯消防條例？
今次火災見到好多黑煙，係咪因為發泡膠板燃燒後會釋放有毒氣體？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致命原因呢？智邦物業管理點解要熄咗個警報系統？就連前保安投訴上報都唔理，咁究竟熄咗幾耐？係咪由大維修一開始就熄咗呢？消防處有冇定期巡查消防裝置同設備？例如消防喉轆系統同埋手動火警鐘，對於有人住緊嘅維修大廈，巡查次數係咪足夠呢？勞工處由上年7月開始，總共進行咗16次有關職安健嘅巡查，期間發出過6張敦促改善書，又作出3宗有關高空工作嘅檢控。最近一次喺今年11月20號巡查之後，再次以書面提醒宏業要採取適當嘅防火措施。喂，寫幾隻字提醒有鬼用咩？宏業根本就當係耳邊風，完全冇作出相應嘅改善。勞工處係咪應該要採取更嚴厲嘅停工措施啊？項目顧問鴻毅其實要負責監督同匯報維修工程嘅質素同進度，咁佢哋有冇做好本分先？今次大火好似火燒連環船咁，但係有一座冇被波及冇着火，係好彩定係嗰座用緊唔同質量嘅維修物料啊？喺直播清楚見到啲火好快沿住棚架圍網燒上去，仲有啲棚網燒着咗飄去隔離座。但係大火之後仲見到好多棚架喺原位，而包住嘅棚網就90%都燒晒。啲棚網唔單止冇阻燃作用，反而令到火勢短時間加劇。宏業明明聲稱有測試合格證，呢啲全部係咪造假嘅？宏福苑居民上年9月就曾經致函勞工處投訴，指出棚網可能唔符合阻燃標準。勞工處居然話居民過於擔憂咁話，同埋維修工程基本上唔涉及火種工序，棚網無需要有防火功能。你哋話啦，咁答係咪好求其呢？潘焯鴻上年曾經就瑞和苑嘅棚網安全向消防處處長楊恩健發出咗超過10個電郵，但係一直唔覆，完全冇處理棚網查詢嘅問題。喂，呢方面又點解釋啊？而屋宇署究竟有冇定期建築安全巡查呢？對於有人住緊嘅維修大廈，巡查力度係咪足夠呢？今次大火災最先報警係咪維修工人呢？佢哋會唔會知道發生咗乜事？呢場火係咪真係咁簡單？只係有人亂掉煙頭引起火警？根據網上消息，雲昌閣有居民話佢個單位已經拆咗封窗嘅發泡膠板，會唔會有大量發泡膠板同埋除膠劑集中放咗喺起火位置？除咗有路人拍到嘅網上片段，究竟屋苑本身附近嘅建築物，又或者街道有冇 CCTV 影到個起火過程？為咗方便家屬辨認遺體，影相整合相簿係必須嘅。但關愛隊去物資站影相打卡又為咗乜呢？由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喺2012年推出嘅強制驗樓計劃，本意係為咗解決舊樓潛在結構風險同監管漏洞。但今次嘅大維修，令到全部業主唔單止要長時間忍受咁差嘅維修環境，仲要俾班契弟係咁搶錢，而家仲搞到好多人家破人亡。我咁講，呢個計劃先至係最大嘅結構風險同監管漏洞。全港陸續有幾萬棟大廈要做大維修，計下條數全部係天文數字。如果冇有效嘅機制監管，只會俾機會承建商圍標謀取暴利。圍標集團情況嘅嚴重性，甚至可能已經壟斷咗全港大部分嘅樓宇維修市場。喂，競爭事務委員會做緊乜㗎？究竟有冇發揮打擊嘅作用㗎？宏福苑居民投訴極都冇人理，傳媒以往揭發過咁多次大維修黑幕，點解廉政公署可以充耳不聞先？點解圍標越嚟越猖狂？究竟政府個角色喺邊？點解要逼啲小業主去對抗龐大嘅圍標集團呢？市民只係多謝消防員奮不顧身去救火救人，真係好少見到有人會多謝李家超同埋佢帶領嘅政府班子。咁係咪反映政府監管不足、執法不力呢？搞出呢個災難，究竟有冇官員要為今次火災問責㗎？如果政府把關做得好，今次大火係咪唔會發生呢？究竟呢場宏福苑大火悲劇係天災定人禍？最後呢場火會唔會有真相？
為呢個人為災難負責呢？相信呢啲問題，香港人係心裏有數嘅。宏福苑呢場大火，絕對係我哋社會嘅集體傷痕。我哋會記住不幸逝去嘅市民，祝願佢哋早日安息。當然，我哋生活都要繼續。希望每一位經歷傷痛嘅生者都能夠自強不息，勇敢早日走出陰霾。傷痛可以記住，但唔好俾佢困住自己。同時，呼籲政府同埋相關部門唔該展現出你哋最大嘅承擔同埋效率，唔單止要查明真相，仲要提供全面、長遠支援，做翻個似樣嘅政府得唔得？確保受災市民能夠盡快重過新生活。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次見，拜拜。